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嚟到錄片時間啊，2025年嘅4月11號啊，高 B 哥咧，頭先咧睇一條影片咧，係畫面上邊呢一位啊澤東升咧嘅演說嚟噶。咁咧佢咧就用咗一個比喻咧嚟到講咧，即係佢話學人哋咧近排咧講故事，咁啊作咗個故事嚟講。咁佢個標題咧就係話中國啊，係咪真係離唔開美國咧？咁，唉呢個咁嘅標題咧令到我咧好多嘢想講。咁啊，坦白講，如果要講呢個標題咧，真係可以咧講3個鐘到啦。咁但係你哋冇可能聽我講3個鐘啊！你哋聽我講30分鐘都想死係咪？唔單止你哋，我都想死。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咧呢個話題咧，我真係好多嘢講。咁啊好啦，咁我錄低咗佢個影片落嚟咧，俾大家咧一陣間喺臨尾嗰度分享。但係而家首先咧，高 B 哥同大家分享先嚇，即係講一講我自己嘅睇法先。首先咧，而家咧嗰個貿易戰啊、關稅戰啊，已經打到咧而家咁樣個狀況咧。坦白講，美國根本已經係變咗反台㗎啦，係嘛？已經係反咗台。咁所以咧，高 B 哥講大家咧喺幾日前已經提咗大家唔好一當咧剝花生咁樣睇。我哋而家喺戰爭之中㗎。咁啊，好多人咧即係年紀唔係大嘅話咧，根本就從來冇經歷過戰爭㗎，係咪？咁啊，就算年紀好大嗰啲人咧，佢哋嘅記憶之中咧，都係記得真係咧刀刀槍槍嗰種打仗。咁啊，咩叫經濟戰啊、貿易戰啊呢啲咧？咁啊，感覺咧可能唔係好深。咁但係其實咧，經過1970幾年、80幾年嘅時候咧，應該咧都有啲印象咧，美國點樣咧夾硬嚟啊，又用咧咪配額啊，去咧勒索我哋啊，或者其他一啲所謂叫發展中嘅國家。咁但係咧，因為當時咧即係嗰個形勢唔同啊，嗰個即係實力咧比較懸殊少少嚇，基本上咧我哋咧都冇咩能力去反抗嘅，咁啊俾人哋咧予取予攜，咁啊甚至乎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就俾人哋咧可以講得係侮辱嘅，咁啊但係咧冇辦法，嗰陣時咧唯有咧咬一咬個嘴唇，跟住咧忍一忍，咁啊唯有咧過咗去先。因為點解咧？要儲實力啊！嗱，呢個咧同人生咧其實係好相似嘅，係嘛？當你咧自己冇實力啊，又或者咧出嚟做嘢冇耐嘅時候咧，成日咧都可能要俾上司鬧啊，俾同事排擠啊，所有呢啲情況咧都有類似嘅，唔係一定一樣嚇，有類似。但係當自己儲到個實力咧好夠嘅時候咧，可能就唔需要咁樣做，甚至乎咧你個實力咧已經係超越咗啦。咁嗰啲同事或者你嘅上司咧都唔會夠膽咧對你點樣噶，係咪？嗱，而家我哋個狀況咧，只能夠咁講就係，因為咧中國嘅進步咧真係咧飛快下，咁啊導致到咧美西方見到咧係真係咧個心裏邊驚出嚟噶。無論咧係美國啊或者歐洲嗰啲人咧都係咁講，即係喺心裏邊驚出嚟。點解你哋可以咁樣㗎？點解你哋進步得快得咁交關㗎？咁樣，但係咧。驕傲嘅美國人，尤其係特朗普呢啲咁嘅人，又或者咧，我見到咧，我呢排咧睇好多美國咧嗰啲唔同嘅立場啊，唔同嘅一啲學者啊、商人啊、投資者啊、投資界別嘅嗰啲好高地位啊，揾好多錢啊，可能佢求其一日唔講嘢、唔做嘢，坐喺度咧，都收幾千萬美金嗰啲翻嚟嗰啲人咧，係嘛？佢哋咧嗰種嘅。即係態度啊！你見到佢咧嗰種咧厭惡嘅態度啊，點樣諗住可以打贏中國啊？一手就會捽贏中國咁樣，即係靠把口或者佢個認知都的而且確咧仲係未夠深啊！佢哋有啲人咧直情甚至乎都話唔係，其實我哋自己有生意喺中國，但係我哋都要咁樣去打佢，點樣成？即係甚至乎我頭先啱啱睇條短片咧，就係記唔記得啊？即係張家敦啊，又話咧中國咧就會咧 collapse 啊嚇，會咧崩潰啊咁啊！佢嗰個中國崩潰論咧講咗廿年㗎啦嚇，到今日為止都仲係咁講噶。如果咧中國咧繼續咧係咁同我哋撐落去打落去嘅話咧，中國咧最後咧就會輸㗎啦咁樣。我唔知佢咧係用一個咩嘅立場啊，咩嘅心態啊，咩嘅知識層面啊，甚至乎啲媒體點解仲要訪問佢咧？對於一個講完又錯、講完又錯咗20年嘅人都仲喺度繼續訪問佢，有咩意義呢？就因為佢反華，就因為你嚟揾一個咧中國人嘅面孔，但係又反華呢，你係覺得最有銷量係嘛？即係我唔係好明。不過今次呢，
特朗普做到呢個咁樣嘅狀況咧，而佢嗰班嘅所謂幕僚啊，又或者嗰個高層嘅管理層咧，控制唔到特朗普咧，俾佢咁樣玩法咧，係玩死美國自己。呢度太多人講咧，就話咧美國今次咧佢個信譽係掃地嘅，即係咧其他嘅國家以後咧仲點同你去交往咧？喂，你話咩70幾個國家同你去傾，打個電話嚟，所以而家我暫緩嗰個關稅，呢個咧講出嚟咧自己都唔係好相信，隻狗都要吠一吠你，係咪？咁啊好啦，跟住咧佢做咗個表出嚟嘅，跟住就話邊啲係排第一梯隊，就會直接同佢傾噶啦。邊啲就已經讓咗步，邊啲喺度觀察，邊啲咧就喺度反對咁樣，做咗個表出嚟嘅。咁啊數埋咧，原來數埋嗰度咧得個10零20個國家嘅啫。咁何來有70幾個國家咧？咁啊再加埋，唔好理個數量啊。咁我好認知個世界嘅真實現實嘅狀況就係，咁嗰啲國家根本無力反抗嘅，冇辦法嘅。佢打個電話嚟同你講話，喂，我哋不如傾下。其實係佢攞翻你着數轉頭啊嘛，因為佢知道佢自己冇能力、冇實力同你去對抗啦嘛，係咪？咁佢打電話嚟同你講下嘅話，可能分分鐘乜都唔使講，乜都唔使做。既然你肯打個電話嚟，好啦好啦，本身我收你25%或者係30%嘅，而家15%咧咁。哇，咁又傻喎！打個電話15%得翻，慳咗10%或者慳咗15%，打個電話啫。咁我本來都唔夠佢實力去鬥噶啦，係咪先？咁啊冇壞啊。咁我相信係有呢啲國家嘅，但係連咧美國自己都唔夠膽啊標人哋個國家個名出嚟咧，我就好懷疑咧，基本上係冇人打個電話俾佢，或者冇呢回事。即係以美國嗰啲咧。喺個金牌榜裏邊唔夠你嚟咧，就夾硬無啦啦改咗佢啊！金牌數量唔夠多，就用總數量嚟去排名，始終你都要排第一位嗰種咁樣咧。即係既然有真係同佢講過嗰啲國家，佢冇理由唔標出嚟㗎，係咪先？你咁樣去推估，好啦。而家佢同你反台咩104%、125%、145%都好啦，佢擺到明嘅同你玩反台啦，已經基本上冇意義嘅係嘛？喂，佢唔尊重我哋美國，咩唔尊重你哋美國啊？你究竟講乜嘢啊？你係人都知喺你哋國內都係咁樣講，就係你美國與全世界為敵啊嘛，你以一挑全球啊嘛，係咪啊？邊個尊重唔尊重啫？係你漏打而家係咪啊？係你漏打先啊嘛。好啦，喂，唔夠你實力嗰啲唔同你打，冇得打，冇辦法。夠實力嗰個都唔同你打，咩叫尊重啊？佢同你打先尊重你啊，當你係對手啊，係咪啊？可以唔反應㗎。不過總之而家咧，特朗普就反咗台噶啦，班官員咧又冇能力去拉住佢。而家好啦，反咗台之後。睇嚟咧已經加盡咗噶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都講咗噶啦。其實你再細路仔小學雞咁樣加上去，125變145變200變300都冇意思啊！所有嘢都係停咗喺度啦，已經啱唔啱？喂，不過咧問題就係因為佢落唔到台，定因為佢真係淨係好似阿貝森特咁樣講，佢已經預咗噶啦，有第二手嘅嗱。我估算佢係有噶嚇。我唔認為咧，佢哋咧，阿貝森特佢哋呢班人咧係冇 Plan B、Plan C、Plan D 咁樣嘅做法嘅。我認為一定有嘅，係咪？咁所以咧，佢話啊，如果其他國家嚟嗌我哋嘅話咧，我哋咧就會減俾佢。係咪減到不翻10%咧？好難講。可能咧，喂，好咁啊，諗住咧，盡量拗着數啦。特朗普最中意咁噶嘛。打你32%，咁你咧肯同我買國債啊？你肯咧同我買軍備啊？你肯咧投資啲錢入嚟我國家啊？跟住又搬啲廠過嚟嘅，咁我同你計左計右計，咁啊跟住又扮下嘢，又咩匯率控制啊？非關稅嗰啲咁嘅措施啊？左計右計之後，好啦，本身32，而家收你20啦，收你15啦，咁樣係嘛？咁啊，好似咧，哇，皇恩啊大赦咁樣啦，啱唔啱？咁啊，跟住咧就15%，咁佢都借你15% 啦。咁雖然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因為咧嗰啲咁嘅細國家咧，其實同佢個貿易咧本來就唔係好多，你再加咗15% 嘅關稅上去咧，可能咧又貴咗咧，嗰個消費咧又少咗，咁所以咧本來真唔係好多。佢一定要搞掂咧，就係真係嗰幾個大國嘅，譬如係中國啊，譬如係歐盟啊，譬如係日本啊嗰啲咁。咁啊，日本唔使講啦，日本係附庸國嚟噶嘛，予取予攜噶啦。咁但係咧，日本都好不滿，
澳洲都好不滿，英國都好不滿，因為英國同埋澳洲咧，聽佢啲議員講咧，就係咧佢哋咧同呢個澳洲同英國咧係順差，唔係逆差，係佢賺緊人哋錢嘅。人哋就話你都完全咧冇道理，連你賺緊我錢，我哋又係五眼聯盟嘅盟友，我哋係 AUKUS 有90幾樣嘅聯繫，我哋撐你撐得咁緊要，你都仲喺度過我一刀。你仲喺度收我10%，你有冇搞錯啊？咁所以其實都係好不滿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嗰啲咧已經係旁敲之節嘅嘢咧，就唔關呢個咧而家世界嗰個經濟大戰、世界嗰個關稅大戰事㗎啦。而家特朗普落唔到台，係都要啊講幾次，就話等中國打電話嚟。我又一定唔會打電話俾中國㗎啦。我話等中國打電話嚟。我知道佢哋好想咧，就同我哋傾呢個合同去傾呢個協議㗎。希望咧大家可以傾到個好嘅結果。我又好中意佢㗎。我又咧覺得咧佢係一個 smart guy 嚟㗎。咁習主席係咪？咁所以咧，我認為佢一定會打電話俾我。佢而家就係要攞下台階，就係我美國始終都係世界霸主。中國最後都係要屈服，都係要打電話俾我嘅。佢要呢種咁嘅感覺，係咪？我係皇上皇帝，同埋佢要話俾世界聽，最終中國都係老二，都係要俾電話我。咁咪 sorry 咯。中國咧到而家為止咧，最高階咧今日咧出現咗咧，就係咧王毅，即係外長級嘅咧出嚟講嘢。除此之外咧，從頭到尾咧都只係揾外交部發言人喺呢個咧新聞發佈會或者記者會上面講啫，連層級都唔到啊！習主席咧都唔講嘢啊，唔係啦，終於今日咧就因為主席咧就同呢個西班牙首相咧嘅接觸咧，就講咗第一番嘅説話，就係講埋俾你聽啦，係咪？呢個貿易戰係冇贏家㗎，關稅戰咧係冇贏家㗎，只會兩敗俱傷啊！我哋都唔可以咧，就係即係俾呢個咧人哋咧就話咁就咁。世界係有規則有規矩，我哋要跟翻世界嘅規則規矩嚟做事，就唔可以突然間你想話點變就點變。你想點變咧，你要攞出嚟傾先得，就唔係用壓迫嘅手段嚟去做㗎，啱唔啱啊？好啦，咁我成日都諗嘅就係話呢個咧。標題下邊講嗰個中國係咪真係離唔開美國呢？咁其實咧，如果有啲背景資料咧，我哋大約咧就知道咧，中國咧同呢個嘅美國而家咧每一年咧大約咧就做緊咧係6000零億嘅生意啊。咁有好多講法，有啲話5000零億，有啲話6000零億，有啲又話去到3萬幾億咁。總之咧順差咧越嚟就越少㗎啦嚇。而家咧個順差就去到咧2900幾億。OK， 2900幾億。好啦，但係呢個狀況就係咁樣。我好記得咧，我有一個咧即係我當佢係師傅咁樣噶啦嚇，我都係一路老闆咁叫佢嘅。就係我一個好嘅前輩嚟噶。佢喺我好後生嘅時候咧，已經教咗我一樣嘢，即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 mentor 咁樣講法。咁我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其實咧人咧。喺做任何嗰個工作上邊啊，或者生意上邊咧，你會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但係咧，你如果諗翻轉頭咧，就係你能唔能夠放棄呢個目標？如果你能夠放棄呢個目標嘅話咧，其實咧你就可以好處之泰然，同埋咧你突然之間咧身邊咧就好似多咗好多嘅唔同方式啊、唔同嘅角度啊、唔同嘅工具啊、唔同嘅做法啊，個 approach 全部唔同。佢話好簡單啫嘛，嗰單生意你好想做，你出盡所有嘅力量，用盡各種嘅方法，搬盡各種唔同嘅關係去埋位去做嗰個生意，用盡你所有嘅力，咁跟住都做唔到，咁你會覺得好失望啦，係咪？但係相反，如果你一開波已經係好處之泰然，喂，有咩啫？做單生意最多我咪唔賺你錢。係咪？我最多咪唔做呢單生意嗱。當你個心態去到咁樣嘅時候咧，原來咧又豁然開朗嘅喎。咁你個力咧就會擺咗第二啲地方。呢單生意我如果唔做嘅話，既然我有多咗個資源出嚟，多咗個時間，多咗個能力嘅時候，我係咪可以喺其他地方做翻生意翻嚟冚翻呢一單生意咧？係咪可以咁樣嘅諗法咧？嗱，如果呢個係成立嘅話咧，其實擺喺今日嘅中國裏邊咧。基本上咧係一模一樣㗎。嗱，我講緊嘅就係
如果我中國真係唔做你美國生意，咁又點呢？嗱，據呢個分析出嚟呢個百分比咧就話咧，其實而家咧係佔咗中國嘅所有嘅收入咧，大約係10%，有講12.9，有講14.3，好多種講法啦。咁總之咧，大家都唔會太離譜，唔會話得幾個 percent，亦都唔係幾十個 percent，係佔咗中國嘅 GDP 嘅10%。咁但係你唔好睇少10%喎，佢裏邊可能養活好多人㗎喎。雖然嗰個佔比同埋個利潤可能唔係佔好多，但係其實喺中國裏邊係養活緊好多人㗎喎。咁啊好啦，高比哥咧只能夠提出一樣嘢就係，中國既然發展呢個金磚國家啦、一帶一路啦、上合組織啦、RCEP 啦所有嘅呢啲咁多個嘅國際組織，有冇能力發揮佢個功用？有冇能力發揮佢個功效？又或者以前唔大搞唔大做嘅，譬如金磚國家嘅組織啦，又或者 RCEP 啦，甚至乎係一帶一路國家嗰度，將佢轉化咗喺嗰啲地方，哪怕嗰啲地方可能咧係賺少咗錢嘅，但係而家唔好忘記，有啲人成日都會諗法就係咁嘅，喂！我不嬲，而家做緊美國水，我又賺緊佢錢嘅。而家打個咁樣嘅貿易戰已經搞到我咁，你仲叫我去轉型走去做一帶一路，跟住又賺少咗錢，係咪？跟住又重新開拓，可能裏邊有好多個風險，有好多個不確定啊、未知數喺度，有冇搞錯啊？有冇搞錯？你諗清楚，而家係邊個搞呢單嘢？中國政府或者其他嘅人有冇能力叫美國唔好搞，翻轉頭俾你繼續做你原本嘅生意，賺翻你原本嘅錢？呢個係形勢已經變咗啦嘛。如果你個心態唔變，你個做法唔變嘅話，你咪一路都得咗喺嗰個位嗰度咯。就要人哋翻轉頭。今日就算咁樣嘅情況，你係賣家，對方係買家。一模一樣嘅情況就係，佢哋大家都會懷疑對方嘅政府會唔會隨時又再出招嚟到影響緊你未來嘅貿易㗎嘛？係咪？當然你做生意可以今日做今日嘅生意，或者今日淨係做聽日嘅生意，係咪？當然有好多種唔同嘅狀況，但係而家講緊嘅地緣政治插咗入嚟，國際政治插咗入嚟，就係入咗嚟㗎啦。而家個形勢係因為美國唔能夠去放手啊嘛，呢個係唔能夠改變噶嘛。我哋已經講咗幾年話未來嘅5到10年，美國係會不停咁打壓中國噶嘛，係咪？咁你仲喺度期望翻轉頭？咁所以呢，我只能夠講嘅就話，如果你有呢個心態，就係咁冇嘅，我唔做呢單生意，咪去第二個地方再開展過咯，再做第啲咯。喂，高比哥，你真係講得輕鬆，你成日都講埋啲嘢咁輕鬆，唔係我想講得輕鬆，我想你輕鬆啲啫。因為事實已經出現咗，我只能夠咁講，事實已經出現咗。美國係一個唔可靠嘅呢個生意嘅拍檔嚟嘅，美國嘅政府係一個唔可靠嘅政府嚟嘅，美國裏邊而家有一個唔可靠嘅總統，而呢3樣嘢都係你唔能夠控制嘅嘢嚟嘅。中國政府、香港政府亦都唔能夠控制到對方嘅嘢嚟嘅。喺一個唔能夠控制到嘅嘢嘅時候，你喺度要求人哋控制，你認為呢個諗法係啱嘅咩？係咪？而且可知嘅反而係美國一定會打壓中國，而未知嘅係唔知點樣打壓。既然喺一個生意裏邊，日日都喺個風險裏邊做嘅，點解唔諗一啲重新發展過，但係又會有機會賺大錢嘅呢？嗱，中國有好多個廠家啊，或者商人啊，或者做呢個即係工業製品嘅類別啦，任何個行業啦，製造業啦，總之 OK。其實佢哋呢，不嬲以嚟呢，都係除咗摸住石頭過河之外呢，係食盡咗中國一路打開嘅國際市場呢嗰種嘅紅利嘅，係咪？到今日為止咧，調翻轉咧，到中國市場打開個市場俾人哋嘅時候咧，你又有冇諗過做翻中國嘅市場咧？嗱，不過翻轉頭都係講翻嗰個心態啦。個心態就係你係咪真係唔能夠離開美國先？如果你能夠離開美國嘅，你今日就會豁然開朗噶啦，係咪？而你能夠離開美國，疊加起上嚟，越嚟越少嘅人
係需要依賴美國去做生意嘅話，咁美國仲有乜嘢可以鏈住我哋嘅喉嚨先？係咪？嗱，雖然呢個唔係我哋想嘅走向嚟嘅，唔係我哋心目中設計或者去真係想向呢個路向，因為我哋係想全世界一齊做生意，我哋冇諗過要孤立你美國嘅。而家相反係我哋回應翻美國，想孤立我哋中國。咁既然係咁，咁我咪發展我其他嗰啲，我將我個能力啊，我個精力啊，我個資源啊，我個時間啊，我個工具，我個所有嘅嘢去發展其他嘅咯，係咪？幫助其他嘅國家去做好人哋國家嗰個工業體系啊，或者幫助佢去發展佢哋嗰個貿易啊。咁反而咧，可能咧捱1、2、3年之後咧，重新嚟過嗰個生意又穩定，而且嗰個市場咧，哇，都發展得唔錯，都幾好幾大喎。咁其中一個舉例啊，話俾大家聽就係我有啲朋友咧去咗非洲度做生意，我咧都幾佩服佢哋嘅。我咧完全冇諗過，因為我唔識啊。但係咧佢哋咧真係夠膽咧即係踏足呢個非洲嗰邊去做生意。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佢而家認真唔錯，而且咧佢哋好有希望啊！佢哋覺得個市場越嚟越大，佢哋越嚟越進步，佢哋要嘅嘢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好。所以咧，佢哋咧係對前景咧係明朗。人民要嘅嘢係咩咧？人民要嘅嘢咧就係對個前景咧係有期待，同埋咧係明朗嘅。如果咧你嘅前景咧係暗淡，又或者係不明朗嘅話咧，個個都好驚、好緊張，會好多怨言，諗埋好多咧負面嘅嘢。當你個前景調翻轉頭係好明朗嘅、好闊大、好廣闊嘅話咧，你個心態都唔同嘅。咁呢個咧同大家咧純粹分享下啦。暫時咧，其中一樣嘢就係你諗一諗，中國唔通真係離唔開美國咩？定一話其實係離得開㗎？好啦，嗱，嚟到呢度咧，不如大家聽下咧，翟東升咧點樣利用咧佢話咧用講故事嘅方法咧去同大家分享關於咧中國係咪真係離唔開美國先 ？OK， 我哋去片先。開了美國，中國這樣一個出口製造型的大國，我們怎麼活呢？掙那麼多美元，難道不香嗎？離開了美國，我們失去了先進技術的來源，學不到東西了，難道不會導致我們的技術停滯嗎？那麼離開了美國，會不會導致我們的經濟的倒退，導致貿易的萎縮，導致工廠的倒閉，工人失業？會不會導致我們重回閉關鎖國？是不是會引發中美之間的衝突或者戰爭？那關於這些問題呢，我想這期節目換一個特別的形式來予以簡要的回答。那麼中國古代喜歡設闢說理就是編一個故事來講明白某一個特別的道理。那麼今天呢，我也編一個小故事當然我編的這個故事的過程中呢，使用的語言可能略有點文白夾雜希望大家原諒。下邊就開始講這個故事。話說東海之濱有那麼一個東海國，東海國人呢聰明能幹，勤勞節儉所以自古以來是一個繁榮的國度。海濱的泥灘上盛產貝殼，國人有好機之者。海上呢來了一群洋巫師，這些巫師們說說這個貝殼的獲取其實不是偶然的，它是東海龍王想要跟你們交換你們的貢品，而且龍王法力無邊，公平公正，有睚眥必報，颱風海嘯地震乾旱都是龍王震怒懲罰世人的結果所以你們需要保持恭敬，可不敢欺瞞。於是呢，東海國人就信了這一套，每天努力勞作，把他們所產出的一半的東西留給自己，還有另一半呢交給巫師們，包裝得整整齊齊，用大海船運到海洋裏邊一座仙山上，開壇祈禱，然後獻祭扔進海裏邊，以換取貝殼作為珍寶，作為計價流通之用。那麼有位多年周遊列國的國人回到了東海國，覺得不可思議，就跑去質問這些巫師，你們為什麼要在東海國散布這種龍王的信仰呢？為什麼不把那一半的東西留下來，留給東海國人呢？洋巫師們就回答了，說東海龍王
不仅法力无边，而且一贯主张开放市场、公平交易。我们这些人每天帮你们送出一半的物产，30年如一日，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贝壳。你看看你们国家现在的仓库里边，贝壳堆成了山，那是那么的美丽而又坚硬，储备的规模全世界无人能及，人民都有工作可干，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这个交易非常划算吧？让整个东海国囤积那么多贝壳有什么用呢？这个东西再美也不能当饭吃，再多也救不了急啊！谁说不能的呀？这些贝壳也是内陆邻国都公用的货币。东海国需要中土的粮食，需要西邦的柴火，需要南国的水果，需要北乡的皮毛，都得用这龙王的贝壳来去交换。你不多蠢一点，需要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那么这个归乡者又问，东海国民最能劳作，所产全世界最丰。东海国每年卖给各国的丝绸和瓷器它所产生的价值远远多于东海国买别人家的，也就是贸易顺差。各国之所以偶尔也存点贝壳呢，就是为了换咱们的瓷器而已，不如用真金白银，或者相互索性记个账不就行了吗？千万别再迷信龙王，也别再崇拜贝壳了。巫师们反问说，你既然想背离龙王，废弃贝壳，去年西邦的山林山火烧了1个多月，就是因为他们提出不想用贝壳了。龙王震怒，故而用天火惩罚他们。那归乡者又问，但是你们倡导的这个信仰代价实在不小。我归国之后，看到一半的幼童在乡下无人照顾管教，耄耋老者无人养老送终，青壮年都在忙着聚到海边烧织布、烧窑制瓷，挖那么多的窑泥，搞得大地坑坑洼洼，印染那么多丝绸，搞得河流黑臭。所产出的一半，如果真正让本国人获得了享受，那倒也罢了，你把一半扔进大海里，实在是可惜可叹。那为什么不减少贝壳的囤积，以换得父子相保、家庭团聚、绿水青山呢？巫师们笑道，这就是你不懂市场经济原理，也不懂治国之道了。如果没有我们献祭这么多的丝绸瓷器给龙王，这些青壮年就会无事可做，无事可做就会失业，失业就没有收入啊，他们家的老人孩子还怎么活呀？更会有人无事生非、胡思乱想，那就会社会动荡，国将不国。那归乡者又问，我们的物产那么充裕，如果真的有失业的话，就直接给大家发点贝壳不就行了吗？自然就不担心需求不足，更不必担心失业了，何必非得逼着大家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呢？如果青壮年工作时间稍微短一点，就可以多陪陪孩子和老人，难道这不正是你们所说的帕雷托改进吗？巫师们回答说，你知道什么叫干中学吧？ Learning by doing。 你看看东海国的大师傅如今是多么擅长制作陶器啊，挖泥的小伙现在是练得多么健壮啊，手施纺织的女工手指头是多么灵巧啊，这都是勤劳努力的结果。如果离开了我们献祭给龙王换取贝壳的整个流程，如果没有我们多年对这些劳动者的训练，东海国的劳动者就不可能变得这么优秀。东海的国力和竞争力能有今天，离不开龙王的慷慨接纳，离不开我等在龙王面前日日夜夜替东海国美言，更离不开我等对东海国民的技术指导和支持。归乡者又问，30年前我出去周游列国的时候，东海国固然是个穷国，但那个时候的穷是因为当时的主政者忙于征战，疏于内治，未能激励国人努力去劳作。如今东海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小康，如今的东海政府能力出众，治理措施得当，民众勤俭能干，这跟各位通神之人好像关系没有那么大。诸位究竟教给东海国民什么技能了，什么本事了？你们不是整天防着东海人偷师学艺吗？诸位把那么多的物产扔进海里献祭给龙王换贝壳，如果我们拿出1/10作为酬劳，广揽天下英才，重赏之下既有勇夫也有能人，以此办法召回我们流散海外的智慧能人，吸引全球各地的能人异士前来投效，不断投资于工艺的研发，
日日致力于技术的精进，所产生的进步难道不比着跟在你们后边求着学偷着学要更大吗？诸位漂洋过海来到我国，不是生产，却一个个满脑肥肠，峨冠博带，而整天见装神弄鬼，一致其使，明令我百姓为奴婢，登堂入室，按效此社稷之无人。献祭之事分明是你们这些巫师跟龙王之间有猫腻，每年天亮的献祭，你们这些家伙从中渔利几成。呆，你这个大胆狂徒，居然敢藐视龙王的法力，胆敢怀疑我们对东海国的重要贡献，你简直是忘恩负义，你简直是民粹极浊。等到我禀明龙王，让他惩罚东海国，届时此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倒退30年，看你该当何罪。此千里耳，何惧之有？想我文明5000年兴衰传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骨子里边不信神的民族，何惧这种怪力乱神？那么这时候呢，正好赶上天色骤变，云水翻腾啊，海里边爬出来一条丈8长的4脚大海蛇，白皮而金毛，厚鳞而小爪，时而吐信，时而嘶鸣。巫师们大喊：哈哈，你们看，现在龙王已现，你们怕了吧？这一下子搞得举国皆恐，人心惶惶。老百姓中间有不少人说，哎呀，我们投降算了。尤其是依附在这些洋巫师身边的许多信众啊，就开始设坛磕头颅捣蒜啊，纷纷说赶紧降了吧，要不然是灾祸大了。可是呢，等了很久也没见这个大蛇有多少动作，为日夜吐信而已。于是他带头扔出3叉钢戟，大蛇负伤反噬，竟未能伤人。东海国人呢，有好吃之徒，闻讯食指大动，由计而转许，蜂拥而上，欲分而食之。大蛇一看这势头，就赶紧潜到海里边遁走了。所以这一年通过这一仗，巫师龙王之祸就给解了，贝壳不再流通。那么满天下囤积这种东西的人呢，都破产了。再过了10年，东海的民生由小康而转至大同。那么各位朋友刚才呢，我是一人分饰2角来讲述了我前天编的这个小故事用来说明一些道理就这样一个东海国，善良的东海国是吧？他把自己一半的产出扔到海里边去，还自以为成功是吧？那么这样一个安排，大家仔细体会一下是吧？它有没有什么合理之处，有没有什么荒唐之处？当然这个色屁说理它并不是对现实的完整的映射是吧？它可能会存在一些跟现实的差异之处。那么我希望有艺术天赋的朋友能够用更好的艺术形式来把这个故事或者这个剧本表现出来通过动漫也好或者通过这个戏剧也好那把这个逻辑能够给世界，能够给普通的